台经院今公布4月份台湾经济有测和景气调查，嘛甲国内经济成长率调悬到3.29%。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恐惊也是会超过2%的通膨境界。因台股今日是搁再落274点，收盘19857点，台积电是落17块，收盘766块。美国指数24收红，煞无刺激台股崛起。25台股盘中捌跌超过200点，搁失去2万点的宝座。当然，电子股台积电同款表现无好，盘中捌跌超过10块以上。台指期呢，在外资呢是加码了空单，所以呢，这个收盘的时候呢是重挫了200点。今天凌晨哈，那这个像是 IBM 啊，还有这个 Meta， 他们公布了财报以后呢，因为财报的这个不如预期，所以呢，造成他们的这个股价的电子盘的股价呢出现了重挫的走势，所以也拖累了今天我们的高科技股啊，就是电子股的走势。台经院分析讲，针对最近台湾股市的起落，以及佫会出现股市的高点，毋过未到衰退变坡的程度。台经院也公布讲，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的模式会呈现内外拢温和，全年经济成长率会扭悬到3.29%。毋过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冲破2%的通膨警戒线。也拿台积电10倍发说会显示，目前车用市场智慧型手机等等的出货量犹原无到预期。复苏的卡波犹原真慢。AI PC 或者是在 AI 的这个智慧型手机，其实在今年的全球的这个出货量的渗透率还是都是在这个20% 以下。所以预计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终端应用市场，它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，大概要到2025、2026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。台经院表示，对目前预测来看，台湾今年经济成长按算是表现袂歹，犹原爱涉及央行货币政策转折点、中国需求无振作、中东地缘政治3大变数。尤其是万一中东的战事搁发生，恐惊会对台湾引起另外一波输入性的通膨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